报道歌王文夏规世人为台湾的音乐打拼，去年4月份，伊伫困眠当中过身。伊的一生会当讲，就是一本台语歌的发展史。现主时，台南市政府甲文化部伫文夏的故乡麻豆成立文夏故事馆，伫咧今仔日开幕。文夏的牵手文香也有出席开幕典礼。 时势旋律一响起，互人不加怀念。由嘉宾优的音乐人重现报道歌王的经典作品，不名王瑞和的文夏伫咧台南麻豆出世。去年4月伫咧困梦中过身，享受94岁。文夏一生贡献予台湾的音乐界。为了要纪念伊伫咧台语音乐的成就，市府摕到文化部的补助经费2000万来设立文夏故事馆。文化部长嘛借这个机会推广本土语言。除了我们台语歌曲的继续再创再发展之外，其实咱即马嘛面对一个咱台语文爱保存是关键的时刻所以我相信，咱除了听讲创作以外，咱上起码安尼互台语主流化了。 文夏一生制作1200题台语歌曲，是台语流行歌曲的重要推手。伊伫在世时上挂念的就是故事馆的成立。伫咧伊的亲人甲各界拍拼之下，选择咧今仔日文夏生日，和大家来见面。文夏故事馆内有7大主题，记录文夏老师精彩一生，像讲文夏歌册、相簿，佮打造文夏房间。另外嘛，将文夏经典作品曲盘展示出来，完成文夏老师最后的这个遗愿，也是他的心愿。 逐工啦，开始做工，生日的全拢行放拢放文夏的歌。文夏伫歌坛、影坛拢有真好的成绩。伫咧麻豆总衙艺文中心来成立文夏故事馆，运用影音技术，互歌迷有顶尖式的体验。虽然讲文夏已经离开咱啦，不过伊对音乐的坚持甲激情，拢留伫咧大家心中。大家嘛永远会记这报道歌王对台湾乐团的付出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